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哦，太好啦，好多幾何圖形啊，非常之好。嚟啦，嚟玩砌車先啦。哦，太可愛啦！好似有，只係睇唔清楚，因為卡俾遮住晒。啊！我應該整喺背面㗎，我又學識咗啦，大家。我應該整喺架車下邊啫嘛，我做咩要整喺上邊啊？咩都睇唔到咯，戇鳩仔啊！哇我啊，我都好難玩啊。唔係，即係最主要係咧啊！大家你哋見唔見到有 UFO 嘅 deco 啊？我係要玩耐啲啊，我覺得我要玩多少少啦。你用呢個咪方便咯，好砌咁耐，得人仔啊！